翘一点，屁股翘一点，再翘高一点，再翘高一点，再翘高一点，头抬高一点，再放这，放这，太帅了。 咱们老年人呐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，不要暴饮暴食，要少食多餐。少食多餐。好，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水烧开之后千万不能马上就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会烫嘴。但是专家说的有时候也是对的，那就是水呢一定要补充够，这样的话呢皮肤才会变得好。但是喝水跟吃饭一样，必须是一点一点。因为它会烫嘴。今天的课呢，差不多就结束了，大家呢要多做做笔记。这个年纪呀，要保持勤动笔的好习惯，要不天天用手机提笔记用字。今天的最后一个知识点，就是不要把咖啡当茶喝。咖啡里含有丙烯酰胺这种致癌的物质，星巴克都已经证实了。后排的这个姑娘，你不是咱们的学生吧？你们年轻人呐，身体都被自己的无知摧毁了。哎，老师，你下堂课是不是就要讲这麻辣烫里鱼腥素壳越吃越上瘾？这油条里面有洗衣粉，炸了以后又香又脆。早上不能空腹吃香蕉，吃了以后影响胃黏膜啊！你干嘛的？不要干扰课堂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刘老师还记得吧？刘老师的教案都是我写的。没事的时候啊，好好查一查这真正的科学资料，不要再相信微信里面那些无聊的健康帖了。哎，别喝了啊！那塑料瓶里的塑化剂颗粒啊，等于一张信用卡，你要喝1个月的话。大家有事在群里讨论吧。下课。姑娘，说的有道理啊！有那个什么批判性思维啊。之前的刘老师教的特别好，生动具体。这个老师说的有点玄乎，是吧？哎呀，这刘老师可惜了，年纪不大，这心梗就走了。你说。Excuse me， 麻烦让一下。哎呀，你别总用鼻子看我们好不好？又来了，这就是我的姿态。爱看，不看。天天黑着脸，好像谁欠你似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以前呢就是当小三儿的，你知道吧？年纪大了被人甩了，看看芝芝现在也嫁不出去了，天天让别人叫她小姐小姐。过去的小姐不都是青楼的吗？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算了，姑娘，我们呢这儿活动特别多，欢迎你多来玩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啊？Tough 小姐。Tough。但我不是那个。哎，哪个姑娘？我联系你啊。好嘞，哎。你是竹？我是一组竹，你就是榴莲吧？我不给你发微信让你直接进去吗？我找了一下钥匙没找着，我看那什么地垫下面啊、花盆里面都没有，所以我就下来了。跟我走吧。我门就没锁。进来吧。平时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，不要带男人回来。要约会啊，你就出去约会。关门。哦。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平时啊，不要吃我冰箱里的东西。回来晚了呢，就安静一点。洗完澡啊，要把地上的水都擦干净，不要几天不丢垃圾。呀，啊！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不要几天不丢垃圾。这里面还有榴莲壳，来，你闻闻，都臭死了，快熏晕我了。
我也不给你认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想干嘛干嘛吧，别吵到我就行。谢谢。哎，我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咱俩之前都没有见过，你是怎么决定把这个房子租给我？你是第7个来找我的，我的幸运数字呢是7。还有啊，你给我的资料里面把你所有的身世写得非常的清楚，我投简历的时候都没写得这么清楚。哎，就是那为什么这个房间房租为什么这么便宜，对吧？因为你住的房间是我妈的房间，你可能偶尔会碰到她。那阿姨搬走啦？不是吧，段叔，又没带钥匙？最后一次我就不换鞋了啊，不换鞋了。哎，这是谁啊？啊，租客小易，隔壁段叔。啊，您好，您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来握一下手啊，都是邻居，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，别客气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哎，你这么快就把你妈房间租出去了？啊，也好，免得触景伤情啊。我先过去了啊。别怕，他要是回来，也不是来找你的。哎，段叔，要不然你赔把钥匙放我们家吧，别隔3差5爬了。我早就说过，你嫂那小心眼，我都不说了，还是爬比较方便啊。哎，叔，你快下来吧，太危险了。没事儿，都爬几10次。危险什么？就是哎呦！哎，叔。榴莲，出事了！你妈突发心梗了，我们得去医院的路上。啊，你赶紧过来啊，情况不太好。人民医院啊！